只怕日后淑容妃不能生育。如何？淑容妃的身体恢复得如何？回禀陛下，淑容妃体质本就偏寒，又喝了不少良药，上回又犯了崩漏之症，玉体已然受损。受损？说吧。回禀陛下，只怕日后淑容妃不能生育。再无生育的可能。臣已经尽力，医官院上下把方子都找了一遍，只是并无多大进展。但臣定然竭尽全力，为淑容妃再寻良方。多谢李御医。臣告退。陛下，陛下前几日不是说帮臣妾去寻匹马吗？现在那匹马寻到了吗？寻到了，寻到了。朕帮你寻了一匹1岁半的聘马，性格温顺，是匹好马。跑起来的时候，鬃下出红汗。你的手怎么这么凉？臣妾从小就有这手脚冰凉的毛病，不用担心的。日后或许再也不能生育了，你愿吗？在诸年，王父王的后宫有20多个宫妃，得不到封诰的女人不胜其数，子女缘薄的人大有人在。如果今后我再也不能生育了，那也就是说我没这方面的福分，谈不上什么怨怼。你别听他们的，朕最清楚了，这帮医官院的人，他们就喜欢把小病说成大病，把大病说成不治之症。他们就是在推卸责任，在保全自己的名声，保全自己的性命。你千万别听他们的。朕一定会治好你。